幾多歲適合開始學習豎琴呢？成人學豎琴又得唔得呢？學豎琴會唔會好貴好難學呢？1分鐘即刻解答所有關於豎琴嘅問題。一般咧，我哋建議咧最少3歲以上嘅小朋友咧可以開始學習豎琴嘅。通常4、5歲咧都係一個比較適合學習豎琴嘅年紀。而成人咧都係非常之歡迎可以學習豎琴嘅喎。成人嘅理解能力高啦，咁所以咧都會學得好快嘅。咁而豎琴咧其實咧都唔係好貴嘅，可以從一啲細嘅小豎琴開始學習都得嘅，1000零蚊都會有一部細嘅豎琴。而細嘅豎琴咧嘅彈奏方式咧同大豎琴嘅彈奏方式咧都係好相似嘅。咁識咗細豎琴咧，大豎琴咧都會好容易好快上手，就會識得點樣去彈奏噶啦。咁而豎琴會唔會好難呢？其實豎琴咧都係比較容易上手嘅樂器，好快咧可能一堂咧已經可以學識彈到啲簡單嘅歌曲，好有成功感同滿足感。如果你都想學豎琴嘅，快啲留言話俾我知，我就會送咧豎琴嘅精讀筆記同埋香港到底邊度有得學豎琴送俾大家。記得快啲留言話俾我知啦！如果有任何關於豎琴同埋音樂嘅問題，都歡迎問我，我會同大家解答。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啦，拜拜。